来继续是选战相关的新闻，来看侯友宜的太太的家族，伫阳明山的房产凯旋苑，拄着选举，各方提出来讲咯。民进党就质疑，甲门牌分做103个，有撇税的记录。侯友宜的太太任美玲今仔日做出着重大的宣示，讲凯旋苑自头到尾拢毋是侯友宜的。 等到2026年的6月，甲现在的厂商的租约到期了后，因要甲规栋大楼改做青年的房舍来出租，也则是改做社会主体。凯旋苑现有50多间的空厝，拢要用捐款的方式补贴甲因税这栋大楼的清闲的青年。侯太太他们的家族呢，连押租金也设算利息、开发票。 给这个租户，这个大概是我很少见。面对二兄大力伫咧改革，凯旋苑一户一门牌，悄悄伫咧闪税。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若提出报税单，佮开出大绝。凯旋苑目前尚有50几间空屋，我们全部以捐款方式补贴资助，想要在凯旋苑租屋的中低收入户、清寒青年朋友，2026年6月和厂商租约到期后。 我们就会透过例如崔妈妈包租代管方式，将整栋大楼改为青年房舍出租，或改为社会住宅。持有凯旋苑的侯友宜太太任美婷委任律师发出声明，将租金年收达到2000万的房产，等到2026年6月合约到期做社会主体或者是青年主体，想要拨平争气，不过民进党搁一摆起交旗。侯友宜的家族把门牌不管是拆成99间。 或是拆成现在的100多间，就是为了规避房屋税。每规段设下门牌号码为99分挂做103盒，加出来4户公共空间，这期敢是伫咧闪税，根本就是伫咧甲学生揩油。他把这个房子隔成99间，不是因为要逃漏房屋税，因为房屋税呢，它的税率是非常的低的。其实我们给它试算起来，整栋。 把它加起来，其实也10几20万，缴了房屋税，这个房屋税将来在报营利事业所得税的时候，也可以拿来抵充费用。侯定兄讲，未来将凯旋苑转做是社会主体，或者是青年主体，希望选战到上尾关头，争气会让赶紧煞过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